耀、颂赞都归给我们的神。也愿今早我们再一次聚集的时候，真实的可以领受到从神而来的恩典跟祝福，也让我们透过今早再一次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，使我们得着生命改变以及更新。在分享之前呢，我们再一次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谢谢你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可以同心的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，献上我们的生命，献上我们的所有，分别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赐福在我们今早的时间，特别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更新改变我们，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其中的亮光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不论是听的或者是讲的，都同得主你的祝福。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以及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今天早上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在我们一起来礼拜的这个系列，这是第9讲。那这整个系列呢，它总共会有，在一开始我跟大家分享，它会有10个主题。那这是第9个，所以下一个月就会是最后一个主题。那之后牧师会跟大家分享另外的信息。那今天牧师要分享的主题呢，不是在过去讲了说我们在一场礼拜当中，我们为什么敬拜，我们为什么赞美，我们为什么祷告，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程序，为什么要奉献？但今天不是要分享其中一个程序，我们将要一起来分享是我们在礼拜天早上，我们一起分别我们的时间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来这里守主日，这个重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在今天早上，我们可以选择就在家里睡觉，今天选择我们可以出去玩，今天可以选择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甚至我们可以继续忙碌我们自己所手边的事情。但在今天早上呢，我们却愿意把我们的时间分别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他。所以今天要透过这段的经文，我们再一次来思考，我们来学习，我们为什么要在礼拜天的早晨，我们为什么要分别一段的时间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？来到这里，到底真正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？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我就要守这个规矩吗？因为我是个基督徒，我就一定要再尽我这样的义务吗？除了这是个义务，除了这是一个身为基督徒很重要的责任之外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是我在每一次主日我可以学习跟我可以经历的呢？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透过这个主题，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再一次的去看，我们在每一次的主日，我们如何在主里面得着真正的安息。我们刚刚一起所读的经文，我们发觉耶稣他跟他的门徒在某一个安息日，他们一起在路上，但在经过一个麦田，耶稣的学生就随手摘了这个稻穗来吃，麦穗来吃。那于是旁边有法利赛人就看到了，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一看到这个耶稣的学生做这件事情，他们就非常不高兴的，甚至他们内心当中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疑问，就是耶稣你的门徒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？明明在安息日的规定就是要休息，在安息日的规定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，但你的门徒怎么可以边走边摘麦穗呢？还把麦穗拿来吃？那你可能觉得奇怪，就肚子饿嘛，肚子饿怎么不能吃东西？我相信你现在是第2堂了，现在比较晚了，已经10点、11点了，你早上应该都有吃早餐了。那你就想啊，我刚刚有吃早餐，我这样是不是犯了安息日？如果照了那个法利赛人说的，安息日不可以拿麦穗来吃，肚子饿，人有需要，不能满足自己的一些需要，那这样子不是有点奇怪吗？但是在严谨的这些犹太人、这些法利赛人呢，他们除了很注重这些律法之外，很注重这个旧约的律法之外呢，他们在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规定，在他们这个老师不断的教导这些道理，他们对安息日不仅仅只是说安息日守为圣日，安息日要休息之外，
他们又对于安息日呢不能做什么事情有39种分类，就是你在安息日不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但是这39种分类呢，大的分类之下，又有39条细项的是不能做的。所以这样加起来39乘以39，总共有1521条事情是不能做的，在安息日里面。你想1521条，你光要记都很困难的，光要背起来说哪些不能做就很困难了。但是这些非常严谨的犹太人，这些非常严谨的法利赛人，他们就认为，我们既然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，我们既然是要遵照上帝的教导守安息日，那我们就要做的非常的彻底，我们要守安息日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做，以至于他们非常多的规定，以至于原本安息日真正的精神，他们好像已经忘记了。所以除此之外呢，在这39条，其中有几项的分类，它是针对在安息日你不可以收割，你不能耕作，你不能播种，你不能分类把食物分类，你不能烘烤，你不能塞食物。那这是其中的一些分类。那我说这每一个分类下面又有39个小分类，所以非常多。其中有一个有趣的是，这些犹太人在他们的这个规定里面，他写到，如果你在安息日的时候，你走在马路边，你不能随地吐口水。为什么不能随地吐口水？因为你吐口水呢，你可能会不小心吐到旁边的野花野草，你会让那个野花野草长大，这样就叫做耕作。所以对于这些非常严格遵守律法犹太人讲，他们要不断的去想，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在安息日当中就触犯了律法？我会不会做这件事情呢？那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犹太人。所以对他们来讲，这个安息日原本应该是一个可以跟上帝亲近的机会，原本安息日是一个可以停下脚步的机会，但对他们来讲好像不是，甚至对他们来讲好像是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担。其实捏麦穗这件事情，对于犹太人的文化，对于他们的律法来讲是可以做的，就是他们走到田间摘麦穗来吃是可以的。申命记这么记载，如果你们经过别人的麦田，可以用手摘麦穗来吃，但不可以用镰刀去割取。所以耶稣的这些门徒，他们在路上发觉有点肚子饿了，觉得现在有需要，他们做这件事情，在犹太人的律法是可以的。但是你看他说不能用刀去割取，但耶稣的门徒没有用刀割嘛，用手去摘。但是在这些法利赛人的眼中呢，他们认为耶稣的门徒，他们就是用他们摘取麦穗的行为就是做工了，就好像是用刀去割那个麦穗，好像就是收割一样。所以在这些很严谨的法利赛人，他们就觉得，耶稣你的门徒摘麦穗就是收割，你在安息日工作，这样就触犯了他们觉得非常严格而且重要的条例，就是你工作了，就是你在这一天你没有好好的休息。但是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，耶稣举了一个在撒母耳记的一个例子，他说当过去大卫他为了躲避扫罗王的追杀，他跟他的手下逃跑，他们跑到了一个祭司的面前。大卫那时候跟他的手下非常的饥饿，于是大卫去请求这个祭司，但是在他们当时的规定，只有祭司可以吃那个在圣所里面的陈设饼，其他人不能吃。但是那个祭司他却同样把那个饼还是交给了大卫，纵使大卫跟他的手下、他的随从不是祭司，但是这个祭司还是打破了这个规定，交到了大卫跟他的随从身上。所以耶稣用这个事情讲了一件事情，回应法利赛人的质疑，就是人真实的需要比墨守成规、比这些严格的规定更为重要。耶稣讲了用这个事件来回应法利赛人说，在安息日当中，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？是这些规定吗？是这些义务吗？是这些人外表所看重的吗？还是人真实内在的需要呢？所以耶稣的意思不是说，那只要我为了我的需要，那我就任意更改律法，或是为了我的需要呢，那下个礼拜我就决定我不要来守主日了。耶稣都这么说嘛，耶稣都说，那人的需要就好像比较重要。
耶稣也不是在讲这个意思。耶稣也不是说我们好像就体贴自己肉体的软弱，或者是觉得我不想要来，不想做，所以我就不来。而是耶稣在讲真正安息日重要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我们每一个礼拜，我们花时间在这个地方。其实不用占我们一周很长的时间，一周168个小时。我们工作、睡觉、吃饭的时间都远比早上可能这1个小时、2个小时还要来得长。但是这2个小时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说来守主日，或者说这是一个安息的时间，到底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？到底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每一个礼拜花时间聚集在这里，它真实的意涵到底是什么？所以，我们今天透过这个经文，我们一起来看。第一个，牧师要跟大家分享，每一次的主日不是只是一个休息，而是让我们可以在安息当中得着释放。每一次来参与这个主日、参与聚会，不是只是一个休息而已，而是让我们可以在安息当中得着释放。当然，对我们来讲，这是一个休息，因为礼拜到礼拜我们都工作很忙碌，我们有自己的工作，我们自己的家庭，我们好多的事情要忙碌。礼拜天早上稍稍可以休息一下，来到教会当中休息一下，来赞美神、唱诗歌、听上帝的话语，来这边可以跟弟兄姐妹有互相好的关系建立。确实，这是一个休息的时刻，但是绝对不是只有休息而已，而是让我们可以在每一次当中，我们也可以得着释放。我们来看一下刚的经文，再一次来看，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经过麦田，他的门徒跟他同行，他们一边走一边摘取一些麦穗。于是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“你看，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准做的事。”刚其实已经有稍稍解释过了，什么叫做不能做的事？不能收割，不能耕作。所以对法利赛人，他告诉耶稣：“你的门徒做了不能做的事情，他们仍然在工作，他们没有在安息日休息，他们没有在安息日真的遵守这些事情。”而我们要先知道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这么样的纠结这件事情？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那么纠结这件事情？安息日在原本的意思是停止，安息日在原本的意思是停止，所以法利赛人就很纠结啊，那就要停啊，什么事都不做啊，很多事情都不能做。但是回过头来，其实安息日也是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学习停止。那个停止不是什么都不做，那个停止也不是说我今天就不做工作的停止，或者是今天我就不出去玩的停止，而那个停止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。法利赛人他们误解安息、停止，或者是守安息日，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责任，这只是一个行为，这是一个外在的表现。他们觉得我遵守安息日，他们觉得我来做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，他们觉得这是我外在行为表现出来，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好的法利赛人。但是他们却忽略人真实的需要是什么。安息日不是只是把你的工作放下来而已，安息日不是暂时说我原本要出去玩，我暂时今天不出去玩而已。更重要的是，让我们回头来看我们内心真实的需要是什么。平常我们每一天在工作，我们每一天在生活，我们不论在任何的事情，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责任，我们都有我们自己要担负的一些事情。但是安息日帮助我们不是只有休息而已，是让我们在这些忙碌当中，帮助我们在这些重担当中，让我们可以暂时的被释放出来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称我们是弟兄姐妹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，没有分谁比较好，谁比较不好，所以可以来敬拜上帝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是放下我们的身份地位，放下我们的外在成就，我们在这里因着我们的需要，因着我们渴慕神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敬拜神。但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认为的休息是背后带有一件事情是，那是我的责任，那是我的成就来源，那是我要担负的担子，所以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。他们的休息在于他们的表现，他们的休息成为一种表现，而忘记那个休息背后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得着释放。所以我们愿意来参加主日，让我们在学习一件事情，就是放下我们认为的责任。或许你在现在你可能在想，我下礼拜工作要怎么做？你刚才想，我有什么报告还没有交，下礼拜我要考试，我等下聚会结束，我还要跟谁去见面，我等下要跟谁吃饭，我等下要做什么事情？
还有好多事情一直想要做，还有很多事情你想要完成你手中在做的。但是每一次来主日的时候，当我们可以真的安息在上帝的面前，是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，就是暂时放下我们认为的责任。很多时候我们利用这些责任，很多时候我们利用这些外在来定义我们自己到底是谁。有时候我们要利用这些责任，利用这些东西来决定我做的好不好。这些法利赛人是如此，他们错看了停止的意思，他们错看了安息真正的精神，他们忘记在安息日是要让他们得着释放的，让他们在原本生活的忙碌，在生活的重担当中被释放出来。如果你有机会，你去问你身旁的朋友，你去问他最近过得好吗？10个可能会有8个9个会告诉你说我最近很忙，或是会告诉你说我有好多的事情。我们应该很少或是很难听到你问他说你最近好吗？那个人说我最近过得很开心，我最近过得非常的好。如果在现代的社会，多数的情况去问人最近好吗？哦，最近好忙哦。最近好吗？哦，我有好多事情哦。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也仍然还是带着一个我好多事情哦，我带着我有好忙，我只是暂时在这边休息一下，2个小时之后我要继续去忙，2礼拜2个小时之后我要再继续忙我的事情，哇，好忙哦。但是来这里是让我们学习安息，把我们认为重担的事情释放掉，把它交在上帝的面前，完全的来到神的面前。在最近 AI 时代、网络时代或手机的时代，开始产生了很多不同对于这个科技带来的后遗症的很多名词。有一个名词叫做无手机的恐慌症。那这个无手机的恐慌症呢，它背后有一个研究，它的研究是这样，它的研究显示呢，如果有77%人如果没有手机可以使用就很焦虑。有87%的人呢睡觉手机要在旁边。那越来越多人呢，连洗澡呢手机都要带进去。还有一样的研究，有58%每个小时一定要看一次手机，59%的人收到讯息马上打开来看，84%的人他们说一天不能没有手机。除此之外，我想还有很多人是有电池的焦虑症，就是那个手机电量到几%以下就开始很焦虑，一定要找充电器、找行动电源。当科技越进步，当时代越进步，我们接受讯息越多，我们可以处理的事情越多，但无形当中也产生了我们生命当中很大的重担，甚至是很大的负担。因为我们不断的在想，还有什么事情我没有做到？还有什么事情是我接下来要做的？还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去做的？以至于我们的内心时常是分心的。我们事实上是一再允许自己分心。我们觉得是在休息，其实没有。有时候休息其实还是拿着手机，不是吗？你的休息也是在滑手机。有时候你的休息其实也不是真的在休息。有时候你的休息还在想我接下来要做些什么。有时候我们一再允许自己分心，我们把不同的声音都跟自己连结在一起，于是我们找不到真正的安静，我们找不到真正的安息，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释放。我们要学习是适当的把这一些东西切断，把这些连接的东西切断，要刻意选择安静在上帝面前。所以我们今早一起来这里，其实我们也刻意选择愿意花时间来这里。但刻意选择安静，不仅仅是一个休息而已，不是让我1个礼拜哇很忙好累，然后坐在这边休息一下，而是在这里让我们重新安静在上帝面前得着释放，将我们所忧虑担心的暂时的放下。所以这也是基督信仰给我们最大的礼物，不是靠着人的外貌成就，不是靠着我们道德规范我们去定义我们自己，而是单单的倚靠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。这是最大的礼物，就不是我们靠着外表外在，我们很努力，然后好像做得很好，感觉很棒，而是单单倚靠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，在他的里面得着安息。所以这段的经文是我们也很熟悉、很常看到的一段的经文。牧师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，一起来请。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。
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让你们得着安息。耶稣说的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。而耶稣说：“你们当负我的恶。”那个恶不是法利赛人在说的那个恶。安息日要做些什么？看似在休息，其实不在休息；看似在休息，其实还在想其他的事情。耶稣说：“当负我的恶，学我谦卑柔和的样式，你们的心里得着安息。”这是这个安息日的主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让我们在每一次的主日，内心是真实的得着释放。所以刚牧师有讲到一件事情，说：“我们到底是一个礼拜忙碌了之后，我们来这里休息，我们来这里安息，还是我们是在安息之后，再回到我们的工作，回到我们的家庭当中？”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，我是一个礼拜忙碌了，哇，好累啊，哇，好忙哦。终于礼拜天我可以稍稍的喘息一下，礼拜天来这里敬拜上帝。还是礼拜天我在这里，我真的获得了休息，在这里我真的得着了释放，之后我回到新的一个礼拜当中，回到我原本的生活。所以接着牧师就要顺着这个事情来分享第二个主题。来礼拜不仅是一个基督徒的义务，更重要是要在这里得着祝福。来参与主日、来安息日，不是只有一个义务而已，而是让我们可以在安息当中真实的得着祝福。马可福音第2章27节，刚的经文有看到，耶稣说：“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的。”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的。回到前面刚刚那个牧师所说的，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忙，然后一个礼拜安息日，感谢主，你设立了安息日给我，让我休息我又在忙了一个礼拜，好累好忙，主啊，感谢你给我一个安息日。还是反过来是感谢神，你让我有一个安息日，在你面前可以得着休息，好让我可以重新面对这个世界，让我可以重新面对这一切的挑战。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想法，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思考。你会说感谢神今天是礼拜一，还是天又是礼拜一？通常我们比较多是说天又是礼拜一。我们很少说感谢神今天是礼拜一。我们要知道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的。如果我们在这一天当中，我们来这里是真的知道我们是领受祝福的，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再出去，那我们礼拜一我们就会说感谢主今天是礼拜一。上帝在完成6天的创造之后，当我们从头回去看创世纪的故事，当上帝完成6天的创造，第6天他创造人，他看一切都非常的美好，之后他歇了一切的工，他邀请人类跟他一起同享安息。上帝在第6天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，他休息，他说一切都非常的好，包括人也邀请他，世界的万物一起邀请他一起同享安息。这段经文这么说，这样天地万物都创造好，第7天上帝因他创造的工作就歇了工，他特别赐福给第7天，圣化那一天为特别的日子，因为他在那一天完成了创造、歇息工作。上帝在前面6天完，第7天休息，邀请人也一起在那个当中。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来主日只是出于义务跟压力，甚至觉得那只是一个礼拜我忙碌完之后，所以我来休息，那这只是错失了真实的意涵。如果回到刚刚的创世纪的经文，你发觉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伊甸园开始的生活，他们在伊甸园开始的行动，是在上帝休息之后他们才开始的。你看到上帝是创造所有的一切之后安息，才接下去人类的生活、人类的动作。所以你发觉上帝是先邀请人跟他一起安息，上帝先邀请人跟他一起同在，人才有能力继续的出去，人才有能力继续的往前走生命的道路。所以我们若认为来主就是一个压力，觉得只是个义务，觉得只是一个我们忙了很天一个年，我来休息一下就好了，那会错失了真正在安息日当中带给我们美好的意义。上帝所赏赐的平安跟恩典，不是靠着自己的劳碌打拼所能换取的礼物，
如同刚刚所说的，如果我们一个礼拜就说好忙，神啊，我这礼拜很努力了，我很忙了，感谢你，所以我这礼拜来领取恩典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这礼拜来领取礼物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这个礼拜天我来这里，让你看我这礼拜很努力、很认真。除此之外，我礼拜天也很努力来做礼拜，那我们就错失了真正的意义。我们也用一个错误的观念在看这个主日。我们来这个主日，我们来参与这场聚会，是让我们先赏赐上帝给我们的平安跟恩典，不是靠着我们先做了什么，不是靠着我们成为了什么，这是一个白白得到的礼物，不是靠我们所打拼到的。所以，当我们重新再一次想，刚刚在说创世纪的故事，上帝是先邀请人跟他一起安息，上帝先邀请人一起进到那个祝福当中，之后亚当夏娃才出去。所以安息日是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宣告。我们来守主日是让我们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宣告，就是我们不再是这个物质世界的奴仆，我们不再是这个世界的奴仆，而是让我们在每一次的主日当中，每一次上帝的同在当中，发现他给我们美好的供应。我们在每一次的主日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，是让我们宣告说，我不再被这个世界所捆绑，我不是这个世界的奴仆，而是我所生活的，我所在乎的是上帝美好的供应。所以这不是一个基督徒觉得好像就是一个义务而已，好像是一个我必须要做的，而更重要是来到这里重新支取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祝福，然后重新得力，出去到下一个礼拜当中，面对充满挑战的生活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4章第9到第10节这段经文，牧师也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，来请。这样看来，还有另外的安息日，这为上帝子民的安息所保留的，因为凡进入上帝所应许安息的人，就是歇了自己的工作，正像上帝歇了自己工作一样。第11节，所以我们应当努力进入那安息。所以上帝的子民，上帝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安息日。那个安息日不是只是个义务，只是一个规定，一定要做些什么，那个才叫做安息日，才叫守主日，才叫我是一个很合格、很棒的基督徒。而是他为我们存留了一个新的安息日，是一个让我们看见真实的意义，就是我们如同神一样歇了他的工，进到他的里面，看见他美好的供应，然后重新得力，再次的出发。所以第11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努力进入那个安息当中，我们要进到那个有神同在的祝福当中。所以这个牧师要跟大家分享，安息日不只是遵守而已，这不仅是一个要我们基督徒要遵守的事情，而是在这个当中让我们可以得着自由，在这个当中让我们得着自由。最后马可福音第2章28节，耶稣这么说，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耶稣说，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这句话耶稣在宣告一件事情，他说明了安息日的律法，安息日所有的一切是在耶稣的身份跟耶稣的工作之下，在耶稣的主权之下。所以耶稣说他才是安息日的主，耶稣说他才是这个安息日最重要的一件、最中心、最核心的。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让人得着自由。如果你有机会，你继续看马可福音第3章。马可福音第3章，耶稣接着在那个安息日，他就医治了一个人，他就帮助了一个需要的人，让他从那个捆绑当中，从需要当中得着自由。所以来到这里，每一个礼拜来到这里，不是做一个遵守而已，不是说你是个基督徒，是你遵守安息日，你是个基督徒你就必须这么做，而是更重要来这里，你遇见这个安息日的主，在这个地方透过耶稣，让你的生命再一次得着新的自由。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上帝跟以色列人订定10诫，上帝跟以色列人订定10诫，订定许多的规定，但其中在说守安息日，最终的目的不是要守安息日，不是那个规定，背后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让人得到自由。
以色列人刚从埃及出来，从奴役出来，但上帝说守安息日，那个目的是要让他们得着自由，让人从那个困苦当中，从那个压制当中，从那个疲乏软弱当中，再一次得着自由。不要觉得来主日来参与聚会好像是一种很大的重担，不要觉得这是个义务，觉得好像就是人家一直提醒你，然后说好，那我来一下好了。我们要知道那个背后安息日的目的是让人要得自由的，那个目的是要让人在这里可以得着释放的。有一个犹太的拉比叫做赫舍尔，他说一句话，他说：如果圣殿是我们可以跟上帝接触的空间，那安息日就是让我们可以跟上帝接触的时间。如果这个空间是一个神圣的空间，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跟上帝接触的空间，但是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时间，我们分别出来在这里一起聚集的时间，是我们可以跟神再一次亲密接触，领受他的恩典重要的时刻。所以不要觉得只是个义务，我来遵守而已，而是这是一个让你暂时安息在主面前亲密接触的时刻。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他让人的生命得着医治，让人的生命得着修复，也让人的生命得着自由释放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得以回到他的慈爱怀抱当中。耶稣是这个安息日的主，他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被释放，回到他的怀抱当中。所以安息的核心不是在于说我如何遵守，我要怎么敬拜，我要怎么样遵守这些规定，而是我们属于谁。当然你可能会问牧师，牧师我就真的礼拜天要工作，我是要轮班的，我礼拜天就是真的要忙碌，我没有办法来参与主日。当然我们知道在现在的社会的变动，有很多时候确实礼拜天必须要工作，或者是礼拜天真的是必须要有很紧急要处理的事情。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来想，安息真正的核心不是在于说如何遵守，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安息在上帝的里面，我们有没有真的也花一段时间安静在神的里面，还是我们仍然就不断的忙碌，把休息当作是一种安息。所以安息的核心不在于说我怎么遵守，我要参加第一堂，我要参加第二堂，我要怎么样来做礼拜，我要怎么样在这个礼拜当中很认真的参与，而是在于我们属谁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这个安息日的主，这个使人安息的主，这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，在诗篇第46篇第10节，诗篇的诗人这么说，我们一起来念：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我们再念一次：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这个休息不仅仅我们表面上看就是休息而已，它代表的是一种安息。甚至你看台语的圣经，他说恁就爱恬静，恁就爱恬恬，要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，切断那些让你分心的事情，真的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不仅在主日当中，我们花时间分别时间在这里一起守主日，一起守安息日。牧师也鼓励大家，在你平常的生活，你仍然要找到一段你可以跟神一起亲密相处安息的时间，让你的心真的安静下来，让你的心真的可以与他连结，让我们真的知道他是我们的神。不是忙碌是我们的神，工作是我们的神，外在成就是我们的神。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，安息在他的面前，与他建立更深美好的关系。愿神赐福我们，也真的让我们在每一次礼拜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从神那里重新得力，好让我们在新的一周开始，我们可以说感谢神，新的一周又开始了，感谢神，你让我得着安息，让我有重新得力的力量。愿神赐福我们。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之后我们一起来为几件事情